又係得可以啊！你咁開要又係。時間8:25，陣間行去龍翔道嘅時候，可以睇下佢嗰個塞車情況係咪咁嚴重啊？你好，係 M 記啲20蚊券用晒啦。喺琴日食咗最後一餐啦，多謝關心，食晒啦，食晒啦，咁就非常之好啊。咁睇仲應該有段時間都唔會食麥當勞住嘅，但係就最多如果有時有啲咩1蚊可樂嘅話，就可能會喺裏邊換啊，或者有時可能推出啲咩10蚊9件麥樂雞啊，咁就會入一隻麥當勞啦。咁就同埋今朝都有位觀眾講咧，就麥當勞嘅瘦身歌啊，咁孫軒啊埋古天樂啊，咁大家都原來都可以聽下嘅。呢個無時空之戀啊，琴日啱啱推出呢個 MV 啊。最近咧喺 Facebook 度睇到黃大仙廟個洗手間要收錢，重貨係好快食嘅，就好快食完嘅就。之前買咗48套嘛，即係24套早餐。突然之間行下咧，有個愛心大使嘅，咁搞笑嘅。頭先嗰個係愛心大使嚟咯，掛咗個環牌咁樣。呢個係新嘅黃大仙泳池嘅摩士公園泳池嘅。你仲有2張，好快嘅，好快啫。好快嘅，仲有2日啊，唔係，仲有3日啊。29號最尾嗰日好似係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一日食2餐啊，或者搵啲同事啊、朋友一齊食咧，其實好快搞掂嘅。我臨到最尾開始有啲緊張嘅時候，都搵咗次同事啊幫手一齊食。其實抵用嘅，25蚊一個餐。咁但係如果唔用25蚊個餐咧，好少我會真係食麥當勞啦。除非真係去到屋企附近冇乜嘢食嘅時候，就會去食咁解咧。咁25蚊一餐抵嘅，我覺得唔夠飽咧。食2個都係50蚊啫嘛。咁太陽而家俾我啲雲層遮住咗。呢集就有1張。同埋而家我揾咗個 bot 咧，費事咩啊？間唔中10分鐘會彈一次嘅，叫大家 follow IG 嘅咁樣。咁主要係想睇下，有時可能咧個 chat room 死咗，我唔知咧。咁樣呢一個我係可以幫手睇下，係咪真係死咗嘛？OK， 上一上去上邊。咁係最緊食嚇，我Big Mac都係36蚊啫嘛，好似都係。姜濤代言嘅一個麵包，麥當勞嘅一種包。我食過去嗰隻雞尾咧，雞嗰隻巨無霸就真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嘅，都係食翻肉，即係食翻應該係叫做牛肉啦咁樣。
即係或者叫做普通嘅巨無霸就最好食嘅。